马内利哦，伊马内利就是主甲咱三个同在哦。我们先来唱华语的哦。伊马内利，伊马内利，伊马千岁岁，伊马内利。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再次华语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台语来，台语的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马内利，他以名称罪，以马内利，主动在，主动在，对咱的面，以名称罪。感谢哈，感恩认罪哦。咱先来读华语，读一遍哦。这位来，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台语来，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台语，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兄弟姊妹，咱要来学乐，来感谢这位上帝是有公义，是良善的啊！他永远慈爱、怜悯。他愿意赦免我们的过犯，他拯救他的百姓啊，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要承认哦，咱承认咱的亏欠，咱的软弱，求主来堵起咱一切的罪恶。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我们开口同声来感谢赞美那位看顾怜恤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让我们能够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恩典，得着你的赐福。愿你神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享受你的同在。主，阮感谢有你帮助阮，会当明白你是阮生命中一切瓦靠，你是阮幸福的源头。愿主你来所阮，感谢主，我愿做一敬拜而落你的宝座就设立到降临，你圣神就充满运行伫阮中间。哈利路亚，听我的祈祷。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落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米，你是享受阮生命的主宰。愿主来所互阮做伙学乐敬拜，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来付出代价，阮感受到上帝就伫阮的中间，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彰显上帝的慈爱，彰显上帝的慈爱怜悯
甲疼痛伫阮中间，互阮会通伫遮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做伙祈祷、感谢、甲恳求，你就将迄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来赏赐阮。感谢主，愿主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们。现在请坐，请坐。我们要来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医治、他的释放哦。好，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上帝是我们的牧者，表示对我们负责哦，对咱负责啊。所以他是我们全人的主哦，咱的心灵、咱手嘴、咱手手嘴，伊都看过，他都看顾哦。我们在这几方面邀请主，在我们的灵、在我们思想、情感、意志、身体来掌权哦。弟兄姐妹，你可以做的就是将你的重担、将你的忧虑卸给他。你可能会难过，但是他是安慰我们的神。你可能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走，不知道要行头前安怎行，伊是引带咱行伫稳定的道路，行伫义的道路走在他的义路哦。如果我们当中需要被祝福，需要有长老为我们来祷告，让你的身心灵能够得着医治，得着舒畅，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或者是坐着这类手花伫你感觉无爽快的所在。如果你需要我们长老牧者来服侍，你就站立起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如果你需要，你就站起来哈，免拍摄哈，不用觉得好像没有面子，不会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恳求主来施恩赐福。长老们起来服侍吧。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老嘛。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赐福。主啊，阮承认你是我的牧者，阮无欠亏。阮伫阮的身躯，伫阮的心神，伫阮手所做，愿主你来医治，来帮咱的手术，你的权能充满，你的医治充满伫阮的兄弟姊妹身上。主啊，逐个唱花伫迄个鼻痛、无爽快的所在，主你医治的权能，即时就临到你的中间，愿主你来享受吼。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的牧者，阮无欠半项。你互阮倒伫青翠的草坡，带阮伫安静的水边。为着你的名，你带阮行义的路。你互阮伫对着的面前摆设宴舍。你互阮伫惊吓的中间，你用你的腿、你的拐来安慰阮。你帮助阮，互阮伫无路通行的，你指引阮一条活路。愿主你受恩所帮助阮，互阮伫遮学乐敬拜时阵，也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医治、你的供应，甲阮三同在，听阮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要为主来守望，今天是和会了哦，我们要选长职哦，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愿属忍耐甲安慰的上帝，互恁同心学习基督耶稣的模样，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通同心同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我们要为着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感谢上帝。今天一起来被拣选，我们感谢上帝哦。咱是受拣选，咱每一个人拢是君尊的是上帝王家的祭司站在人跟上帝的当中哦。所以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所带来的祝福。
上帝要透过你，成做一个施恩赐福的管道。每一次的礼拜，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话语的滋润吗？你可以干渴的来，能够饱足的回去吗？我们恳求神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哦。我们也恳求主来帮助，特别咱透过临时会员和会来选举这个中级会当顺利，也为着相连的曙光。2025，我们台湾将是全世界第1名超高龄，现在是高龄哦。2025就是全世界的超高龄第1名。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来眷顾我们台湾哦，台湾哦，在年中假，透过这一些的服务服事，帮助他们知道认识上帝哦。所以我们恳求主来帮助祝福这些松年，他们的身心灵能够健壮。我们也为了青年牧区在2023第4季，还有2024的意向领受年度计划的规划，我们恳求神与我们同在眷顾迦南教会的未来，也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跪下来祈祷，来为我们今天早晨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来预备我们的心。哈利路亚！主，我们都感谢你帮助我，会当来到你身宝座前，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管辖万有。主啊，阮透过礼拜，透过你的话帮助阮，会通伫遮真自由来运行。愿主你来施恩赐福，帮助阮会当进到你的同在，你伫你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田的中间来享受你的安息。愿主你来施恩赐福，帮助阮。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主业礼拜的主，邀请你伫遮来掌管，邀请你透过你的话对我来显明你的主爱，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更认识你，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因为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族类。谢谢耶稣，因为你，我们能够承受永恒的赐福；因为你，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谢谢耶稣，因着你所做的，让我们的命运能够改变，让我的命运会当改变，成做有不茫的人。感谢主，让我伫做礼拜中间安静我的心，有谦卑受教的心。主，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主祷文，我们做伙来祈祷讲：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御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我要时时学了耶和华，学了伊的话，要常常行伫我的讲伫我的嘴。
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去也要欢喜。请咱即时来吟圣诗，圣诗38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俄罗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这时，我们同心来祷告。这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上帝，普天的长远耶和华来欢呼，阮拢欢喜上赞耶和华，就来伊唱歌。阮知耶和华是上帝，阮是伊所创造的，是属于你的，你嘛做阮代代的救主，做阮的客气甲帮赞。主，阮感谢你。阮搁即个大声讲。你的美善，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爸啊，阮奉你的名宣告，阮世代降服伫你的权柄，跟对你一生领受你的怜悯甲恩典。每一天，阮活伫你为阮所预备的生活当中，阮欢喜感恩。虽然为了世上生活打拼，认真努力，温勤做工。却无袂记你主你爱阮旨意伫天顶的事，总是不知不觉当中，阮的骄傲高举阮家己的才能，偏离主的道路，互罪来捆绑着阮。主，阮知这是阮软弱的所在，是阮当警醒学习的功课。因为你意爱阮过圣洁、公义、信心满满的生活，凡事交托，凡事追求着你的心意，你就应允阮。你的恩典日日教育阮灵，阮应该专心追求你的真道，将上好的财宝积聚伫天顶，好得到你属天的奖赏。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的教会伫本主日，嘛要按照教规来举行临时的会员大会，嘛要伫主你亲自掌权的竞选当中，选出3个长老、5个执事，求主圣神感动众会友。会当选出心意的新的同工，伫未来4年的时间，会当专心献上时间、才能、同心甲牧者团队，
中集会正会有一个为神的国度、福音的圣工、教会集体关怀，努力向着标杆前进。嘛愿主你赐福保守者的学生同工，伫工作、事业、家庭拢得到主你加倍的恩待。但主你是大人君，是教会的头，只是我嘛要将教会的牧者团队，甲教会中间的义士，透过主任牧师、尤牧师的报告，以及找求主听阮卑微的祈祷，互阮将牧师团离任这个代志，全然仰望伫天父圣手的掌权甲带领。互阮彼此有上帝的听伫阮的内心，三扶持三祝福。因为主，我毋知影你的心意，阮无明白。阮的决定是毋是来得罪了天父上帝？阮无智慧来判断，阮嘛毋知。总是求主你赦免怜悯阮，互你所设立的迦南教会有缘充满圣神的光照甲祝福。未来正兄弟姊妹有缘同心去做神的国度，兴起迦南教会的教示。互阮所自看的迦南文化甲听心，再一次重新思考甲学习。愿阮奉你的名成就这个事，谦卑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仰阮祈祷。请坐，请坐。这是我们同心来启应我们57篇，也是约翰福音第15章。这是咱同心来启应文第57篇，对约翰福音书15章来。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大因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着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枝无黏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袂当做什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枝，互人ฮ็出去外面。互人捡规堆ฮ็落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什物，求就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圣歌队来献诗，他们要献的诗是恩典世界。
这时我们来攻读圣经，记载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这是咱的共读圣经，记载伫彼得前书的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所以，着弃杀一切的歹，一切的诡诈、假好、怨妒，甲一切的诽谤，就亲像拄出世的婴仔，真爱纯的属灵的奶，互恁通成长到得到救。因为恁已经有担着主的仁慈，着亲君主，伊是活石，虽然互人弃杀，毋过受上帝拣选，看做宝贵。恁嘛着做活石，互上帝用来起造属灵的殿，搁做圣洁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因为圣经有记载，看啦，我要伫世间下一块石。是受敬宝贵的触角石，信伊的人绝对袂失望。第7节，即块石对恁这个信的人是宝贵的，毋过对毋信的人，起厝师傅所弃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第8位有记载，即块是絆脚石，是互人绊倒的石，因毋顺坦道理来绊倒，是上帝的安排。毋过，恁是受竞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你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圣经讲，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现在是伊的子民。恁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现在得到伊的怜悯。以上，这是要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尤牧师来讲到，他的题目是活出上帝子民应有的生命。这是请尤牧师来讲到，伊讲的是活出上帝子民应该有的使命。我们同心来祷告，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因为你会听来竞选阮，成做天国的百姓，你互阮有福分，对黑暗进到你光明。天父上帝，谢谢你，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亲近你，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愿你赐福，帮助我们在一场礼拜有听台语、华语的。我们可以一起来享受在主同在的宴席里面，能够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窍，让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会用华语甲台语伫遮来做伙来讲。今仔日要活出上帝的百姓应该有的一个使命，活出你应该有的基督徒的生命，或是神的百姓哦。伫顶礼拜日礼拜2晚上有一班就是鼓舞班B 班这些社区的朋友他们很喜欢透过鼓舞班能够发泄他们心中的这一些的不舒服了所以又健身那有时候跟他们在分享当中他们把这些不舒服就发泄出来回去比较好睡偌好困的，知无伫个中间老牧师会带因来分享，就种咱若做这社区的1点半钟内底1个半小时，一定会有半个小时是生命教育，就是分享性命的议题，然后最后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咱在做的社区，不是干那纯粹的活动，而是要让他们透过这些活动活动来有机会听见这个福音。所以伫迄中间就有一个议题讲，当我细汉的时阵食饭吃饭的时候像什么样有的人讲好亲像接力赛你讲了我讲，有些可能就是见面会。真久无看透过食饭，我们一起来见面。有的讲好亲像相斗啦，斗争大会，你知无拢嫌东嫌西怨东怨西。
另外真趣味的，就是讲听阿公在讲故，因为阿公安怎见讲，所以讲故嘛，对无？讲古啦，见讲讲过去，讲了就随袂记。总是，如果阿公这个时代在讲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是非常吸引人哦。所以一个阿公就讲起有一个叫做黄连杰、黄能杰这个人伊原本是一个这个东港东龙宫的乩童童乩啦。有一天伊咧行路时，有外国的宣教师伫遐咧讲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所以伊互即个故事深深伫遐来吸引，吸引他。即个浪子的故事，伊甲因老爸，因为老爸还未过身伊就甲讨财产，你知道这实在真不好啦，很不孝伊了出去贿赂然后甲遐所有的财产开了，到尾最后是做什么职业？起低啦，对不然后如果去以色列，跟牧师去过以色列就会去捡迄个迄个豆荚啦迄个豆叶豆荚就咧起低用到尾甲猪抢食啦，搁抢输猪，你知无所以伫遮这个故事，互伊感觉真吸引感动。伊等于有两种声音，一种你爱倒转去到伫东亮宫伫遐来服侍啦。另外一个声音说，你要回到上帝的怀抱。伊伫遐咧挣扎，伫遐咧好像就咧扭大蛇，咧扭来扭去的时，最后伊伫迄中间来选择讲好，我要来军队就上帝我虽然不配成做你的囝，我会通成做你的请工。这个黄能姐原本是一个真残酷、真残忍、很残忍对某囝歹声扫，定定咧拍某练功夫安尼，你知无所以因为安尼听到这个故事了，改变又摕到一本细本的册伫迄中间，逐工安尼看，逐工安尼看。伊的生命开始改变生命改变对太太较袂安尼歹声扫了，讲话佫会轻声细碎和颜悦色安尼所以伫迄中间，伊真伊的太太就感觉真奇怪这个人本来性地作歹脾气很不好，奇怪哪会安尼改变定定看伊手摕一本册伫遐咧读的有一天，这个太太就趁着他睡觉的时候，然后就怎样偷偷的去看那本书，看伊到底是咧看迄细本的看愈安怎吸引。逐暗的时，趁伊咧困的时，睡觉的时候他就看。有一天突然伊的翁婿徛伫个后壁，怎惊一跳啦？然后伊的先生这个黄连杰就甲抹掉两个抹甲伫遐相烂骂好因为这款的一个改变，因为圣经这本细本的册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所以看见黄连杰这个人，因为上帝的真理来改变伊的性命，伊的行达，他活出有基督徒的样式了这个黄连杰。有上帝的主权临到伫伊身，他的生命就改变。这个人是啥物人的阿公，你知无？是黄宗辉牧师的阿公啦所以因为安尼，你有看伊的后代兄孙，做牧师的真正真优秀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故事，浪子回头，浪子回头，我曾有当时在讲起咱。一个毋捌上帝，因为耶稣来，因为这个福音改变咱。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对犹太人、希利尼人，一直到你咱这外邦人，我们有机会能够得着这个福音，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所以今仔日咱诚做上帝国的子民，耶稣伫马太福音28章的19节、20节讲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的名给他们怎样施洗感谢的啊！我甲伊教哦，恁拢教导因教导他们啊，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就讲世界末日时，我也要甲恁三角伫咧哦。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上帝国的百姓，应该要有的一个影响力是啥物？应该互人看伊讲，你的性命改变，你的讲话袂安尼刺牙牙，你的讲话袂安尼定定就要人堵，要人插。你的讲话是互人会感觉真爽快。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从一个个体一直到什么一个群体。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上帝精选，我们可以在这边。今天透过拣选，我们应该要活出应该有的生命，对不对？我们要拣选长老，长老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就任的时候，誓约都有讲吗？执事应该要怎么样服侍？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什么款的款式？更较高尚吗？基督徒是什么人？跟你旁边说，高尚的罪人。较高尚的罪人啊，敢不是？我们还是罪人。但是因为被怜悯、被接纳，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拣选的。牧师的这份、长老的这份、执事的职分，不是高高在上，不是高高在上。耶稣讲，如果你们要做大的，要先做什么？做人的车用、服侍。这个位分是要让人认识耶稣。所以今天咱们透过这段圣经，我们来认识两个方面。第一个，认识上帝国拣选的计划。上帝安怎拣选你我，不是看你好野善，不是看你学历高，不是看你讲你生了缘投，生了水，而是看到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有信心吗？圣经讲，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就必怎样得救。你嘴承认耶稣，心相信伊是救主，你就要得到救啊。第二，咱真做上帝的百姓啊！你信耶稣，你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哦，人家对我们的评价会更高，对我们的要求会怎样？会不会更高？标准会更高。所以你让人家讲，哇，你是基督徒，还是你也是基督徒？从人的口气就会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是高尚的罪人哦，高尚的罪人，但是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样式，这是最重要。所以今天咱们来想讲，上帝国是什么款的国？是跟地上是有所分别的哦。所以圣经讲，恁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圣洁是应该好的，是应该是怎样是真正行出好，不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原底是讲你带一个面躯做戏啊啦。做一个就是一个演员，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就去扮演那个角色，但是跟你原本的生命没有配合。这个戏剧结束了，戏结束了，你回到原来的本相、真面目。所以台语讲啦，就去杀一切歹、一切诡诈、假好、万道。一切的诽谤，所以圣洁的国度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对不对？你随时要讲好话，你随时要行出好，你随时要表达出你真实的一面，而不是虚假虚伪，很难呢，对不对？我站在这台上，然后回去家里是不是能够很真实？
我做一个长老执事，我做一个信徒，我是不是在人前一个样，回家一个样？就好像这个黄人姐，她的生命因为耶稣、因为福音而改变，所以很真实的就面对她的太太。所以这是对咱一个挑战哦，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可能你要付上代价，你要付上代价。你要在你的讲话、你的行答，都要让人能更高的标准，不容易啊。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困境啊。所以想清楚，要做一个基督徒，你就要面对圣经所讲的那个标准，因为世人会因为这标准来看我们。第二个，我的石头，其实内底主要在讲，从耶稣基督他本身是一个活石。什么叫活死？等一下我会让大家来看哦。那他固然被所弃哦，那却被神所拣选，看为宝贵。那咧起厝的，你就知影讲这个起厝师傅这伊的那咧贴砖那个砖块石头他就会把一些完整的贴，然后有那个芳的时阵他芳的时阵，他会随便在地上怎样？捡一块来然后就成为可能防脚石也好，或者是这个拱门这个拱门拄好安怎涂骹这块扣来，拄好贴伫中迄个细的，那个拱门就怎样不会垮掉，拄好细的安尼但是这块石头丢在地上定可能人踢到安怎脚会受伤了。好像绊脚石一样一般人会嫌啦，一般无信的人会嫌耶稣，会骗上耶稣，会侮辱耶稣，或甚至就是怎样拒绝耶稣但是圣经彼得讲，伊就是迄个瓦臼啦。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很难呢。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原本神悦纳，但是他却招人怎样？来厌弃二代，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在家族当中你信仰说死无人靠拢不爱拜祖先所以我改变大家一个思想我们信基督耶稣的有没有拜祖先？跟你的旁边，我们现在就在敬拜最大祖先，不是吗？上帝是不是你最大的祖先？是不是你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慎终追远，追多远？咱心中追远，咱咧清明的时拢咧慎终追远，对不对？追到多远？今天我们敬拜到生命的本源。谁说我们没有在敬拜祖先？只是我们没有用那个神主牌，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嘛，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当人在跟你讲的时候，说有。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拜，不像一般的人，对不对？去世第1年，一天拜3遍，同意吗？你都没拜过过世在第1年，一天拜早中晚第2年对年了安怎？一天拜3遍，爱听无？1年拜3次。我说那其他362天要怎样？就叫你的祖先要禁食，好吗？爱禁食所以如果你是活在那个民间信仰里面的，以后你100年之后，你要开始储存，好不好？开始储存362天要禁食。但是今天耶稣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所以今天拣选我们，说我们不用那么做，他也为我们预备天上的住处是因为主的恩典、上帝主爱，所以他接纳我们。从前我们是怎样的人，现在是怎样的人？今仔咱洗礼归入伊的名我们是成为公主、王子、公主嘞、王主嘞。所以今天我们是因为过去不认识他，未被怜悯。但是今天却被怜悯。我们来读台语好不好？来，圣经讲，
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现在是伊的子民。恁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现在得到伊的。所以彼得要甲遮的信徒讲：恁过去是啥物款的人，今仔是啥物款的人？恁有耶稣了后，过去是安怎？过去是无望的，无得到怜悯。但是有耶稣了后，恁是安怎？恁的身份无共款，恁有望，恁无搁再是无望的人。所以今仔日，咱看今仔日咱通坐遮，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哦，上帝的主爱。所以咱才会通进入到伫迄个光明，伫迄个中间。所以咱受拣选，调咱安怎？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咱用台语来读来。毋过恁是受拣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所以我们被拣选是要怎么样？要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就是传福音。跟你的旁边说要传福音啊！得时不得时爱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今天召我们，今天拯救我们，最终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分享福音的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你叫做基督徒，有机会去看那个《天路历程》这本书，被称为基督徒的这个人，他的生命要如何去分享、去面对？在路途当中，我们在走这个天路历程，很多的诱惑，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如何去活出应有的生命？圣经彼得伫遮咧讲拣选的族类，也是讲拣选的种族。其实原底咧指因受掠到伫巴比伦，去巴比伦遐受掠做奴才啦。所以上帝安怎甲因拣选？伫这段圣经内底，咧回想过去，回想过去，他们出埃及，他们进入迦南。你知道迦南地好多这些种族还没有被改变，上帝要他们消灭那一些种族，没有被听进去，所以往后他们要面对，面对啥？迦南宗教的一些的诱惑、诱惑啊！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生活当中，他们的习俗、因的习俗，都充满着世俗化。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所拣选的，就是蒙拣选，他要指出说，新的出埃及，伊用出埃及这个事件，让因离开做奴才的生活，进入迦南，然后进入到那种就是拜偶像巴力的宗教、亚瑟拉的宗教，迄款的背景，因爱伫遮分别为圣哦。所以当我讲，恁受拣选。要脱离这黑暗，要进入光明，所以恁的生命爱有一个改变。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的生命的改变，真做是一个祭司啊。什么叫做祭司？什么叫祭司？祭司。我们的宗教改革之后，我们说我们万人或是人人皆什么？万人该祭司。你知道祭司是什么意思吗？祭司是一个原文是做桥梁、做管道的哦，就是讲你甲伊我伫迄中间我在中间做管道、做桥梁、做一个沟通、做一个中保。所以伫遮咱看讲，咱的身份是王家，是上帝国的一个祭司。所以上帝国的祭司是什么款的意思啊？所以伫遮咱来看哦。这个祭司的职分是第一个，要侍奉上帝，互人会通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敬拜他、侍奉他。第二个就是站在上帝跟世人的中间。今仔日一个人唔捌上帝，你就站在他当中，然后怎样来帮助他，代表上帝
来到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呢来求啦。所以你哪向祈祷，伊袂向祈祷，他就拜托你，无你嘛替我求者，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所以当你在问他你需要我为你代祷什么的时候，你就是站在什么人跟上帝中间那种管道、那种中介者。好像有摩西同款，好像有耶稣，好像有一个中保，但是又代表上帝来到人的当中。你是代表上帝哦，你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啊。所以大使安怎？不是大使哦，吼，嘿，爱听好。你是大使，是代表上帝国，你有迄个身份，你会通执行迄个权柄。如果你若是大使，会互人感觉安怎？你所信的耶稣无效啦。没有能力啊！今天我们代表上帝来到人的面前，是要彰显他的慈爱。有人感觉透过你的关心，真正有听。上帝教会真正有听。第三个，圣洁的国度，就是要甲外口有所分别，成为神所保有的，就种伊保守恁。伊竞选恁，互你成做上帝的百姓。另外，互你清楚讲，这个百姓是圣洁的，是甲外口有所分别。人咧做的，人伫遐测三字经，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你会使骂骂？你拢唔敢讲啊！你要较早有一个会友啊，多来信主啊。见到我了，三字经成功，你知道？歹势啊，不输啊，我即马信耶稣啊，吼，你知道吗？一下子要改不过来，但慢慢他生命就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性情中人。神要透过他的真理来调整我们，分别为圣哦。我所说的，我心里所想的，能不能有诡诈？袂使啊！袂使后壁讲人后壁卡架话啊，所以底下就是在提醒我们，圣洁的国度是一个能够合神心意哦。他们是被好像耶稣的血所洁净的，所以被洁净了。这是哦，因太迄个精神迄血爱秀安尼哦，洁净他们。你知道大祭司哦，一年一次的。献赎罪祭哦，献祭的时候进入到至圣所，脚要绑绳子啊。普通人不能够随便进去啊，进去啊，如果没有动静的话，就要把它拖出来，因为死在里面。我们祭司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吗？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是使人认识耶稣得着益处，或者是使人得着害处，所以圣经在提醒我们，最后一个就是上帝子民啦吼。除了圣洁的国度，然后咧君尊的祭司，伫遮咧讲，咱是真做上帝子民。这个百姓是上帝所创造的，是上帝所造的，是用这样来分别说，他们出埃及要分别出来。现在他们进入到上帝的国度，他们是被拣选的哦，所以今仔日这个子民有一个团契，也是讲咱即摆小组的一个概念。基督徒是一群从世界里被呼召，然后出来，要活出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再讲一遍哦，上帝的心意是不愿意有他愿意万人得救。来说一遍，来，万人不愿意有一人。所以你家里如果还有这些没有信主的，神就给我们有这样的负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友，我们不要想说独自到天堂享乐，我们也会担心他们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被拣选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要活出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样式哦。所以今天我们被拣选成为
这个国的子民，就是要跟世界有所分别，我们要活出来啦。所以人会讲，哇，你基督徒作战的啦，你所讲的、你所做的，都能够让神喜悦，荣神，然后呢，使人得益处啊。所以荣神益人常常被拿来放在我们身上，要提醒我们，我们口所说的、手所做的、咱手所做哦、嘴所讲的，是不是当荣耀上帝，让人得到利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哦。你是被拣选的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哦，拣选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百姓，就是他的子民哦。所以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让这位来哦。我们在十字架上，耶稣付上代价，拣选了我们。你十字架的大能，总加赎回我灵魂。来，手借给我了。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贴近为神做的门徒。求主再见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台语的啦，台语的。给观念。用听烧火我灵魂，应选我心里的稳定，让我的生命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为救这灵魂，坚固我贴近。做你的勇士，求主赐给我去保佑你的听，愿听来去合一的教会，我要大声宣告，你的万事拢会。帮助我为救这灵魂，坚固我的情，我正做你的勇士。求主赐给我去保佑你的听，用听来去做一个合一的教会，我要大声宣告，你的凡事。拢会，哦主，愿你旨意的这，我要宣告，我要大声宣告，你的凡事拢会，我要大声宣告，大声宣告，你的凡事拢会，哦主，愿你旨意的这，按拍跑将荣耀归于咱主。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爱世上每一个灵魂，不管是有读书没有读书，不管你在社会有地位无地位，不管你有偌济文书材料，也是拢无。主耶稣，你听因。你听阮每一个人，你也拣选阮，互阮有这个使命，
要赢得更较侪灵魂，抢救更较侪失丧的灵魂。主，这是你的心意，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我们回应了吗？还是我们只安逸享受，在这个有冷气的空间一起来敬拜就好？还是神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谢谢主，求你圣灵的恩膏充满在你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谁是教会？主就是我们，不是这个建筑物，是我们每一个奉主名一同聚集敬拜的人。我们就是教会，在我们住家，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职场，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上帝啊，使用我们要成做这世代祝福的管道。求你拣选我们，让我们通符合你的心意。愿主你来施恩赐福，听我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